大家好啊！繼續嚟到債市心電圖，咁有我林 Sir 同阿聶 Sir 啦。今日就因為今日咧天氣比較多雨，所以咧就冇乜點出去，匿咗喺公司咧食呢一個即食麵啊，香港叫即食麵。咁啊，放心，大家唔係去咗呢個飲食節目嚇，我哋係唔會教大家煮餸嘅，而係今日想講嗰隻債券咧。係同即食麵有關，或者佢喺年報宣稱佢係方便麵啦。咁你都知咧，呢間公司個扎根基地未必喺香港，因為方便麵咧係一個大陸嘅術語嚟嘅。大陸嘅術語嚟嘅。咁啊開估啦，唔好玩咁耐，就係康師傅啦。咁佢喺香港都有上市嘅，322啦上市編號。咁不過咧，正因為呢間公司咧，其實股價同直債咧。嘅投資發展咧有好大分別。近日咧確實有人買過呢個直債咧，係執到一年20% 嘅回報嘅。好犀利！但係如果你買到嘅股票咧，咁你可以自己而家撳下報價，就真係一殼眼淚嘅，好似今日啲雨落到。咁啊，但係先講下點解買債同買股有咁大嘅分別啦。嗱，最主要個問題係咧。其實康師傅有嘅直債咧就6月20號到期嘅，2017年，即係啱啱到嗰期。咁啊到期咧就係100。咁咧，但係小道消息咧就聽聞有人咧就真係用100蚊放咗隻債出嚟，兼且冇問對家保利息。咁雖然呢啲術語就唔喺呢度詳細解釋啦，但係先簡單話俾你聽，直債咧係到期保本，而到期嘅價就係100嘅。而有人咧就喺6月18啦下假設放咗個直債俾你，你用100蚊買咗，又冇叫你補其他嘢喎。咁其實你得到嘅好處就係只要你持有個直債2日咧，你就會收到佢成3厘8個票面息。咁個回報就好誇張嘅。咁啊，亦即係咁講啦。其實投資直債有時都有啲技巧，先唔好講咧，呢個係個別事件啫。但有時投資直債嘅技巧，第一，當人哋可以享受佢嗰個到期保本嗰個方便之門啦。但係第二方面咧，有啲人就係會因為有時啲直債用翻100 repay 翻俾你咧，唔一定係佢到期，可能係佢 early call 噶嘛，提早贖回，或者用102 early call。咁啊，進階少少嘅買直債嘅玩法咧，就可以玩埋 call 同埋捕捉呢啲特別機遇。但係如果以初步嚟講咧，咁啊先唔好搞咁複雜，就係你睇中條債買落去，咁然後慢慢每年或者每隔半年收下息，咁其實都唔錯嘅。咁而我哋債市心電圖咧，主要都係想提嗰個教育節目，因為香港始終少有，咁啊話俾大家聽，其實直債點買同埋點樣做。咁啊，自己選取投資物就係閣下自己選取啦。我哋只係講知識。咁啊，講咗其實債市係有咩特別啦？咁啊，但係聶 Sir 好似債市就因為始終買到最尾到期保本啦。不過股票就即係在於呢隻股票就先講股票呢個環節咧。咁我覺得係絕對冇問題，股票都有好多獲利機會。不過但係在於呢一隻咧，就交俾阿聶 Sir 講下。嗱，咁咧就其實咧買股票嚟講咧，就要睇下咧你買嘅係一啲財技股啊，定還是係實業股啦咁樣啊。咁咧就咧康師傅呢啲咧喺藍籌股咧就梗係實業股啦。咁你咧實業股之中咧都要分一啲咧係績優股啊，定還是咧係嗰個嘅業績表現係比較差啲嘅股份啦。咁咧就咧暫時嚟睇咧，佢就唔屬於係一啲績優股㗎啦，咁樣啊。咁咧就咧佢又未至於到虧損，咁啊所以咧唔係咧即係極度差嗰啲係嘛，但係就肯定唔係績優。咁啊咧，因為咧如果從呢個嘅2013年開始去睇起嘅話咧，去到2016年咧，喺呢4年入邊咧，都係蝕錢嘅呢間個即係都係咧倒退嘅。佢嘅業績，如果你有睇年報啦，佢4月公佈咗16年年報啦，就係平穩而向下嘅。都跌咗30啊！其實嗰個平穩而向下，你用優化咗呢個字。係佢12至到16年咧賺嘅錢係每況愈下嘅。咁都真係幾睇盤數都幾咩啊！同埋講康師傅係做啲乜啦？咁其實都唔一定係即食麵嘅，佢有做飲品嘅，即係冰紅茶嗰味嘢啊嘛，應該大家有冇見過？咁如果以佢嘅收益嘅百分比嚟講咧，大致啦，以過往嗰5年啦。大致呢一個方便麵咧就係佔40%，
咁飲品就係佔50%幾，剩低少少咧就類似係嗰啲方便食品，即係嗰啲即沖奶茶嗰味嘢，但係嗰啲佔好少啫，唔計。即係好似呢間公司主要就係做飲品同埋做即食麵啦嚇，咁樣。係啦，咁咧就嗱，如果咧你即係咧，好似阿林 Sir 咁咧，就因為睇過年報就係講緊過去5年嘅業績啦，咁樣。咁咧由12年咧，佢咧就係佢賺咧就超過100萬，就35億嘅應該係啦，100萬千萬億係35億。咁啊咧去到16年嘅時候咧，就賺得13億嘅啫。咁所以咧個累積嘅倒退咧係超過60%嘅。咁咧就咧頭先都講過啦，咁咧就係咧一啲嘅實業股咧，其實咧佢個業績就會反映翻落個股價度嘅。咁咧佢咧亦都係咧大致上都係反映咗落個股價嗰度。咁咧如果咧你睇翻咧12年尾嘅時候咧，個股價咧大概係報咧21蚊度，咁咧就去到咧16年底嘅時候咧，就係咧9個4毫3嘅。咁就咧累積咗4年咧，都跌咗56%。咁所以咧，佢嗰個盈利倒退就61%。咁個股價個跌幅咧就係咧56%。所以咧大體上嚟講咧，都反映咗落個股價嗰度嘅咁樣。咁好啦，咁咧就咧呢隻股票咧，佢都有派息嘅咁樣啊。咁啊，即係都係叫做好過冇啦咁樣。唔簡單啊！佢個股東應佔入嚟咧，只不過係5年前嘅接近1/3咋。係啊，即係諗起都慘啦，就係跌咗60%啦，即係我頭先就係講係咁啊，即係都係咧幾悲壯啊咁樣。咁好啦，即係話咧，如果你話咧買入咗呢一隻股票咧，你諗住長線持有嘅時候咧，咁啊回顧翻咧之前嗰4年咧，咁啊好似阿林 Sir 頭先講咧，真係一殼眼淚嘅咁樣。咁好啦，咁咧至於咧股息方面咧，其實佢由呢12年去到16年咧都有派股息嘅。咁喺呢5年入邊咧，加埋咧係大概係派咗個1，係5年加埋，唔係一年咁樣啊。咁咧就咧，所以咧就非常之咁低。但係佢股價都係9蚊係嘛？而家就9個幾啫，但係問題係如果你要攞，但係佢5年夾埋先係咯，要個1冇錯啦。咁樣係咯，就算將1 over 9都唔係幾對路喎，5年夾埋。但係咧，你喺5年前買入呢隻股票嘅時候咧，係20蚊到嘅，唔係9蚊。所以都先講講，因為有啲朋友話唔定真係睇住個股價個數目大就覺得嗰間公司大。係冇錯嚇。咁其實咁樣去睇買股係好危險啊！但唔代表賺錢，即係咧係賺錢嘅股票咧，先至會反映落個股價嗰度咧，先至係會升。係，所以唔好再嗰啲咩大價股定細價股，呢個市場就冇話大定細，最緊要就係即係符合到你投資嘅目的，就係要獲取盈利啦。係啦，冇錯咁樣。咁所以變咗咧，其實咧喺個投資取向嗰度咧，如果你買股票咧，就一定要揾啲股票咧有嗰個盈利基礎。但係你買債券嘅時候咧，個考慮咧就係咧佢嗰個償債能力高唔高？咁咧就係咧變咗咧，其實喺嗰個嘅投資嘅因素咧係兩者係唔一樣噶啦。咁所以變咗有啲嘅公司你係買債係比較理想一啲，咁咧就係咧有啲嘅公司咧你買股票咧就相對上理想啲嘅，所以大家係需要留意嘅。係啊，咁股債就其實密不可分，因為都係啲上市公司嘅公司活動啦。